你俩嘛有历史遗产，你啥不带？就上面挂壁画画白是你韩国在的话，500-300挂壁3个年下了，或者说皮拉嘛加古挂壁3个年下了，意思是把60岁那个干那台，明年过一年历次你第二个了，他的第二个干那台也没有过期的也干那台，这都不得我还好干我别办嘛有去过嘛，但鼻子那么别个，这都不你耶稣干那说确实啊，就是听下你只有呢。假如说你现在说过我日了，可是呢，听你的话也是我，可是呢，耶稣是把个大爷嘛，有去过嘛，鼻子那么别个婚年的了，他来婚年的嘛个，我吃你白俺们，他来其他的是想嘛韩国嘛呢，也那是呢，因为可能。这都可能过比皮头呢，是想嘛哈比是呢，一年很多了是呢，一年谁家么家了，耶稣家古代一年他来。耳朵学到嘛咪他妈的一五都是你一年加了，他来加个干那他，明年去66挂边子那么10里不娘500-300克他妈的把这个干那他都在破一那是呢，我听你挂我的爹嘛呢啥都在破一那了，我听你挂边裤子错别办嘛叫那嘛了。我娘裤子错死了，不娘弄得嘛我的嘛别办嘛就嘛啊这物价是有带那是制度不带来着了，制度不俺们阿里边去了别办他娘。耶稣是怕人阿姆，他唱完了的活有那我别一往外面他来聚了，他来聚嘛不都一往呢？耶稣是怕人阿姆也那我一旦我老说一旦就是的人一活的呀我别他来妈咪你我别家嘛过别，这都不按这类是的不按这类人听你听话啥，听你听话听你听话，但是呢裤子错。他来150多了，他来150多个，刚才在裤子错人免了，听你别听你免了是呢。裤子错个都在大马那边，耶稣是怕阿米嘛也那呢，15阿米阿爹叫了咯，15个嘛呢，没去嘛可能那边我没去嘛呢嘛，早我推死人呢嘛，早我别嘛15阿米面你推来叫了错阿面子啊嘛，我没试呢15。面你叫了嘛那边只都喊你阿面叫了，我嘛不懂你裤子错个阿面，阿里裤子错个阿面，15嘛叫嘛裤子错呢，嘛叫阿肯年了15年面你阿里裤子错个阿面叫了，过来阿面要加嘛呢有呢，是下嘛还比那嘛。阿克要加了，是下嘛韩国嘛比大他呢，阿里是15的阿面花呀了，阿里是裤子那嘛下句都的阿面花呀了，是下嘛哈里有裤子错困难个，阿他阿面比啥的这边你3个你下了，我呢这都不呢阿里边都咋了，哦哟呢，他妈的哟。个咋个多嘛阿面有嘞，也嘛咪家嘛咪有嘞，也他那你嘛做过嘛不都有困难个边，53年的确实韩国的你嘛是下说。有人石油来比，但是呢，需要的石油干了，需要的石油个是呢，我可能我10份阿没加了，我讲裤子超过153年个是呢，50那个19块半嘛的嘞3年个60年10份啊了，这都不吃你要可能我150年也够啊了，这裤子超可能我比150年10份啊了，10份的。一年裤子超马怕咪忙啊，咪家怕的啊了，40不得。个咋个多嘛？我100个数的啊了，我那俺们一看那个是下嘛哈边嘛，不都一年你我妈咪俺们家了别白的了，我嘛不都一年或者说40不得一年3个年下了，妈怕妈妈的妈咪家嘛喊你忙啊，40不俺们是下嘛哈边是呢，谁家么家那么喊你，500克的不怕不得100嘛个那么喊你呢阿蒙啊了，莫过来说话那么一斤啊了，10份俺们出来妈咪家的莫过制度那边一片面的毛了。别白了，人家我你别妈咪家的，有的俺亲的老实的，人家莫怪乖别喊别一毛嘛呢，耶稣是怕人很傻点嘛的一毛了别白，不谁家莫家了，我讲是下头瓜你学不到了，其实是这方面，耶稣是怕人莫怪很傻点嘛的毛了别白了，在妈咪提不吃过呢，耶稣是怕人一那妈咪阿姐也都是一年无很拿点了别白打了，我讲。妈咪他妈呢？你是个呀嘛？你是个呀嘛？他妈120年20年了，别办嘛？不可是你这里韩国3个年下了，你拿点了，你打点了，别办嘛呢？一直忙了，也是怕呢。明年过一那么阿姐也都是呢，我的他说我的莫乖，一直你提过一年打点了，他妈我没嘛吃，跟人家实际发展嘛呢也是。